床拍开肉，就爱家己紧连家己食。想着幽怨的囝，讲讲活着是一款命，半暝拢在哭出声。外头看无乌影，为何总是感觉着黑暗后壁会惊兄？为何倒爱忍受予人欺负艰苦的悲哀？为何无法控制所有一切对我的对待？为何找无一个会当予我喘气的所在？你来到这，是去感觉。为何世间会当吞阮所有暂停的心态？为何无人会当出手阻挡错误的伤害？请你为我想看卖，为何无人会当想看卖？过着这样的生活，我拢不知是要安怎。予人欺骗，予人利用，我是无价值的物件。我未来路已经无望，啊无你当然是要安怎？人起床拍开肉，就爱家己紧连家己食。想着幽怨的囝，讲活着是一款命，半暝拢在哭出声。外头看无乌影，为何总是感觉着黑暗后壁会惊兄？为何倒爱忍受予人欺负艰苦的悲哀？为何无法控制所有一切对我的对待？为何找无一个会当予我喘气的所在？你来到这，是去感觉。为何世间会当吞阮所有暂停的心态？为何无人会当出手阻挡错误的伤害？请你为